后来今仔日也是真热，气象局针对13个县市发布着柑仔色的灯号。昨高温的前3名，南投甲台北、新北，今仔日拢够称判着38度。台北伫11:59分，甚至来到38度9，中和38度4，板桥38度2，南投38度1。明仔载就会落雨解大咯。菲律宾东边海面有一个热带扰动。因为台湾附近的环境对伊的发展真不利，所以将做风台的几率无悬，也毋过受到低气压、水汽的影响，明仔载开始，东南部甲中南部可能有局部的大雨。资讯宫头前大庙口，头家煮烧汤惯用喷的，啉烧汤的人客，恁遐侪条。注意力不在那里。注意力在哪里？食物，在食物。热天的神声声叫，天气实在有够热。礼拜各地气温拢真高，头前3名是南投县、台北市、新北市，拢是柑仔色的灯号。其他亲像花莲县、台东县、嘉义市、新竹县、台中市、彰化县、云林县、高雄市、屏东县、宜兰县，温度拢悬。缺乏海陆风调节的关系，所以这些地方的白天高温可以达到36度以上。那甚至在大台北盆地还有南投的平地这边的高温呢，预测还是可以来到38度左右。大家来看菲律宾东边海面顶悬热带扰动，拜1和拜2是上靠近台湾的，所以要注意。因为台湾附近的环境无好发展，形成的几率无悬，但是拜2开始，东南部和恒春就会落雨。周3这一天呢，这个热带系统带来的水汽是最为偏多的所以说在中南部地区呢，还是容易有一些整天的短暂阵雨或雷雨，并且要留意一些局部的大雨发生。其他各地也由于水汽增多的关系，所以午后雷阵雨的降雨现象也会变得比较明显。总算是有雨水，互大家会当体会啊。啊无只有庙门口的师仔囝会当伫妈妈的怀抱当中袂遐尼热，那咱人就是行到底，热到底。